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国际上的武汉肺炎疫情。巴西总统波索纳罗进前传出发烧，即马决定去挖着武汉肺炎。另外，伫美国有40个州感染人数直头增加。美国总统川普伫5月底时，伊捌骂世界卫生组织拢为中国，所以放调要退出 WHO。上新的消息是，美国已经寄批通知联合国啊，伫明年7月7日会生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议员佩南德兹先伫推文表示，美国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国务院也证实退出通知已经寄予联合国秘书长，伫明年7月7日开始。美国前一天才传出川普要将史上顽固可行的国际学生赶出境，此次伊阁表示要是学校重开大门。And we hope that most schools are going to be open. We don't want people to make political statements or do it for political reasons. So we're very much going to put pressure on governors and everybody else to open the schools, to get them open. 美国40州获得病毒人数由原的升悬，其中德州、亚利桑那州、加州的住院人数创新高。这次德州的住院人数将近8700人，病床使用率90%。In the next 2 weeks, we are probably going to end up being what New York was 2 months ago. I think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particularly because we had the 4th of July holiday, and a lot of people did not listen. A lot of people went out. And more likely than not, we're going to see those patients come into the hospital over the next 2 weeks. 讲武汉肺炎是小感冒，如今家己确诊，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同款无解喙，甚至提喙暗向记者证明家己真勇健。伊也佫讲，互人真着惊的话，无情非医疗体系挡袂牢，是民众无愿意去看医生，才会着病伫厝内底过身。Muita gente tem morrido em casa porque não vai ao hospital buscar o tratamento com medo do vírus. Então o número de óbitos tem aumentado muito por outras causas, não pelo vírus, mas sim pelo medo do vírus. O pânico também mata. 香港增加14个病例，其中5例感染来源无清楚，而且分散伫真济学校。港府表示，相关学校停课2礼拜。佮认定香港已经进入第3波疫情。日本初次新增加211件确诊病例，其中106例伫东京。最近是连续6天出现100例以上的确诊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外交部是证实讲，咱驻日内瓦办事处有一个外交人员去挖着武汉肺炎，目前办事处无开，会先关14天，大家先伫厝内上班。我们驻日内瓦办事处有1名人员是在上周因为胸腔不舒服就医，并且遵照医生的建议，采取预防性的裁剪武汉肺炎的病毒。7月6号的时候获得通知确诊为阳性。这1名同仁目前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而其余的人员跟眷属目前也都没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形。驻处人员从7月7号开始远距办公14天到7月20号。远距办公的期间，驻处办公室会进行全面的消毒，并且暂时关闭。这是咱外交部驻外管处第3例确定病例，进前伫法国甲洪都拉斯嘛拢有外交人员去挖着，目前拢好离离嘛，登去上班啊。那日内瓦办事处这一层，目前办事处先关起来，会先做消毒。有紧急需求的人会使去找瑞士的代表处斗3天。那当地侨胞若是有代志，嘛会当先敲电话。来关心昨昏是中国高考的头一天，也过有部分的所在因为落大水和做大水，造成学生囡仔只会使坐船去考试，甚至有的根本就无法度到位，所以主办单位国部长甲考试延期。另外，昨昏伫贵州，嘛有一架载学生囡仔的专车，唔知是啥物原因弄入去水库，车顶的人未负责，造成21个人死亡，16个人受伤。那些公车伫路顶悬慢慢咧行，煞入去消失伫镜头中，暗过一秒，向向倒翻，划过6个车道，直直冲破围栏，落入边仔水库。上个人多不多？这上个人多不多？9点多。因为多是中国高考，车顶载未少学生，被救起人也阁心惊惊。虽然上百名救援人员到现场救援，也是赶袂赴。这意外目前已经造成超过20人死亡。大部分的挡风玻璃和侧面的车窗都是已经完全的破裂了。
中国交通部公布，伫意外发生了后，发出警示通报，禁止心理无健康甲身体无舒适的司机开车。目前已经造成专案小组调查事故原因当中。中国这几天一直落大雨变成灾害，湖北省王公市北洋河水库水位升真悬，泄漏坝体熊熊漏水，当局发现水库出现大面积山基变形，一天之内紧急撤离2.8万人，高出动500人到现场拍上万支的条啊。今天上午首场考试呢，目前呢是已经处于一个取消的一个状态当中了。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在涉县2000多名的考生当中呢，依然只有1/4到达了现场。湖北武汉安徽重庆等地连日大雨，安徽习惯真济河倒灌进入社区，地势全悬，差不多1/4考生无法度准时到考场。当局宣布测试考试延到初9举行。我的天哪！中国气象局设备继续针对江南、中北部、贵州中南部、四川南部等地区发布暴雨，甘是有景其中江西北部会有特大暴雨情形。真济水库河川水位继续达到警戒水位。记者综合报道。那日本九州这几日嘛，伫透底落大水雨，真侪所在已经发布大雨的特别警示，警戒的级数已经有到上悬的第5级。日本的大水雨嘛，造成53个人死亡，13个人失踪。河川的落公霾一直因过爆发向两边的徛街区引起。日本九州为测试透早开始一直落雨，伫新本鹿儿岛了后，福冈、长崎甲佐贺、初6嘛发布了大雨特别警告。到初7暗头，几条条河川的积水拢因过爆发，到徛街倒去，路边的地基雨水乌空。勢いがあるなと向こうからダーッと押し寄せてる感じだったので、これほど早く短時間で水位が上がるっていうのは今まで経験が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大水造成徛街倒去，路边空巷佮桥梁断去，有老人照护中心的居民未赴逃走，超过10个人死亡。各地山区一直发生土石流的灾情，就连 JR 普渡到长崎的特急列车嘛全部停止营运。铁路的九大本线嘛因为铁轨路的地基雨水乌空，部分的区间停止通车。另外大分、爱媛佮岐阜嘛有河川的水位超过危险的水位。气象厅前后对11个县市陆续发出了土石灾害警戒警报。另外，佮近期和大分甲兴本交界的下泉水坝泄洪，为了救援受困的人，各地嘛动员警察、消防员自卫队差不多8万人到去救灾。怖かった。どこまで使ったんですか？腰股まで溜まってて、必死で歩いて流されそうになった。もう流されそうな命拾いですよね。目前部分地区的避难所已经有自卫队进驻协助发放生活物资，各有计划在其他县市要甲支援的物资送入去灾区。除了天灾，当家到初7下晡为止，已经连续6天，一天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人拢超过100个人。目前受到款的机构官嘛召开专家会议，检讨是不是爱佮进行居家限制。而当家都嘛要调整医疗的制度，毋望较早制定当家版本的应对政策，防止疫情继续拖。记者来是从今日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进行3倍卷，乡亲感资本好势啊！去资本的人真多，而且大家拢较介意换纸本的，所以经济部即马拍算要甲资本的时间延长到7月12。另外，对7月15开始，就使直接去邮局摕1000块的现金去换3000块的3倍卷。拄7-11的 iPhone 数物机已购3倍券，有民众一届摕去年的人已购5分，毋过初7是第一波纸本已购的上8天 ，iPhone 已购的操作煞卡卡，画面是停摆15至20秒。你今天打算领几张？5张。最主要是因为第一批今天是最后一天吗？抢在最后一刻。对。但是有一点点卡了，是不是？对，今天稍微慢了一点。纸本3倍券预计19来本，超商完成预购的人会当伫咧原店来领。毋过因为纸本的预购伤侪人啊，经济部紧急宣布加开一轮，拜3特别搁加开放预购到12，7月22到31来领。若是15邮局领券，是采用身份证2号尾数来分流，高号的是拜1、拜3、拜5来领，上号的是拜2甲拜4。另外，规月全台湾1299个邮局，伫咧18、25两个拜6加班，无分高号甲上号拢会当领。所以礼拜6呢是单双都可以来领，那整天还有所有的柜台都只做3倍券。应该会直接来邮局里，找人潮比较少的时候。
毋过前日台北市长郭文祺批评中央分这个3倍券对振兴经济无路用，再起郭文祺甲卫福部长陈时中、交通部长林佳龙3个人真罕哩共台。面对记者问到3倍券敢有效的时阵，郭文祺是真爱叫笑笑，陈时中是替中央讲话。说有读书人都知道3倍券对于振兴没有用，像是西式的强行程，2位部长怎么看？我觉得政府做任何的政策，它都有很多的面向需要去考虑。总是3倍嘛，加减无效啦。根据经济部3倍券预估白订最新的统计，到初七下晡4点为止，全本的预估超有741万件，所谓白订超有136万件，全本的预约甲所谓白订加起来，总共超过877万件，全本券的占比超是84%。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高中方志哥7月初5演讲的时，主本按算要头一摆讲香港的代志，演讲稿嘛拢已经提互记者。结果高中临时临了抽屉，互外界又讲可能是受到北京压力。也毋过嘛有人讲，这只是表面上配合中国，互记者演讲稿就是互香港的温暖甲支持。来看《自由时报》，科技大厂未签的总经理甲执行长江姓抢10分向摔倒楼过身，享年56岁。警方调查了后，讲无外力的介入，伊伫去年正月才接总经理甲执行长，公司嘛发表声明，讲伊是因为健康的因素过身，公司会启动应变的措施，公司嘛会正常运作。来看《联合报》，行政院昨昏宣布，全国的中小学大约3万间的教室，伫2022年热天进前会全面来安冷气。费用爱323亿，会摕增减的计划的钱来出这一条。即马天气愈来愈烧热，行政院苏贞昌讲，为着要互咱的囡仔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所以要伫全国的中小学斗冷气，费用爱323亿，会摕增减的计划的钱来出，希望伫2022年热天进前就会当斗好势。教室天棚的电风，甲窗仔门拢有开开，不过也是感觉真拗翕。而且今年台湾的高温一直在创新高，嘛互学生化工实在是强要热甲冻袂调。会睡不着，然后吃不下，然后心情会很烦躁。上完体育课，身体会黏黏的，然后就是回到教室的时候，就会很想说，就是有时候心里就会想说，如果有冷气，那该多好。学生的愿望，政府有听到啊。按算伫咧2022年热浪进前，互学生有更较舒适的学习环境。教育部定出3个阶段，投入323亿的经费，要改善电力的设备，而且伫咧全台湾国中甲国校啊，部分城市甲乡村，要伫咧10万间的教室内底装冷气，希望互每一个囡仔拢有冷气通吹。政府要为各位装冷气，后年夏天来临前，我们就把它整个每一个教室都有冷气。有需要真的太高温，有需要装设冷气开设，让孩子们有一个舒服的环境，这也是一个解决问题。主张精针计划补助装冷气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讲，会用绿能甲绿色的建筑这2种概念来做。也那台南市长黄伟哲虽然嘛认同这项政策，不过认为讲都要照起工来做，无啥可能一届就做甲焦长。我们光是改善电力系统就要花时间了，因为台南很多老教室是老旧，它电力系统根本没有办法负荷。补助经费的方面，教育部会参考旧校舍、甲内地动的能力改善的计划，照地方财政的状况分做5级，补助会为7成至9成不等。到时各间学校嘛会制定公平电费负担的规定，希望让学生伫咧高温佮拗翕的天气，嘛会当安心上课。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的天气同款真热，咱来看云图。虽讲天气是真热，也毋过今仔日太平洋的高压有减弱，所以天气会较无稳定。中南部早起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若伫过昼了后，大台北东半部各地山区有西北风，是局部短暂雷阵雨。爱细日向上大雨单雷公。温度的方面，今仔日高温同款是伫33度到36度左右，尤其是大台北盆地、花莲、创国、南投的山区，也有好国，高温拢有机会会到36度以上，所以乡亲出门爱加啉水，嘛唔通去晒着。镜头来印度，来关心印度北部最近日头在弹雷公，过去10天已经有147个人互雷公卡着无命，甚至有囡仔在踢骹球的时不幸过往。当地政府即摆叫呼吁当地人唔通出门。
加上伫为体边靠甲真上心，即进行过去几天一直伫印度北部比哈省的病院出现。比哈省最近正是互规部户佮单位讲夺走人命，当地政府统计过去10天147人被雷公拍死，死者大部分是农民，有一名囡仔伫踢脚球时阵也遭遇不幸。और हम लोगों से अपील करते हैं कि जो स्थिति अभी बना है अपने घरों में रहे, सुरक्षित रहे, खुले आसमान में रहने से बचे। 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出外，因为雨季9月才会结束，雷雨最近拢未停。但雷公变质甲全球暖化有关系。过去10年，印度平均气温比正常高出0.36度，是有记录以来上热。气象专家讲，高温甲水汽升过济，互气候变甲无稳定，加重闪电暴雷。印度北部各省去年有394人被雷公拍死，不过今年3月底到即马，敢若是比哈省就已经215人死亡。另外，中国顶个月开始就一直落大雨，才度过疫情的武汉，过去2天也落暴雨，每小时雨量上悬183.5毫米，积水冲开水沟盖，规条街浸伫水中。武汉已经将中港在海防护紧急险情升悬到第3级。河北、江西、吉林、安徽真济省份也拢落大雨，安徽因为大雨引发土石崩起，高速公路部分道段封起来，吉林有车并伫河中。伫江西积水上深1.7公尺，当地有名鄱阳湖水位上升到20公尺的所在。这场暴雨，互中港的水位一直升悬，超过50个地区，超过警戒水位，2000万人就安尼脱离家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政府已经公布香港版的国安法施行的细节，而且随生效。内底有规定讲，香港政府会使向外国抑个咱台湾的政治性组织要求提供牵涉香港的资料，若无会罚钱，也是判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伊是强调讲，法律白纸黑字写甲清清楚楚，只要有遵守法律的人，就免惊会去食罪。港府7日暗时公布港版国安法施行细节，列出比警察的7大权利，应伫无所锁定的情形之下收证甲没收，想要用伫犯罪财产。甲授权截取秘密通讯等，被批评个形容是香港墨迹，不过特首林郑月娥却无安尼想。And I've just explained that even in implementation details, they are designed and devised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respect human rights. 细则第5项规定，港府应要求外国甲台湾的政治性组织甲代理人提供涉港的活动资料，若无会判监禁6个月，甲罚款10万港票。因为牵涉到台湾，总统蔡文表示，无排除要提出反制措施。陆委会也回击，强调政府关心香港情势，暗度将来无介入，要求北京甲港府唔当想超过。如果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实施对我们的国家造成伤害的时候，或者有不合理的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反制措施。所立的法律既然管到全世界各地，管到所有的人民，甚至于要管台湾。香港方面应依双方协议，保障我驻港机构不受任何的政治干扰。相关方面切勿无限上纲、轻举妄动，破坏台港及两岸关系。国安法施行细节被反面派批评是扩张警权。7日暗时，香港网友号召也被抓静默抗议，不止被赶走，甚至被人被抓。7次抗议活动只剩一人到现场发口号，也佫被停建制派人士到现场倡导。国安法上路了后，去告并且推特这美国科技公司以维护言论自由为理由，故作将用户个资交予香港执法机关。路透社报道，抖音也要退出香港市场。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甲美国的军事比拼，即马嘛愈来愈热。美军最近是连续派出侦察机飞向中国广东的方向。中国智库测试甲美军的行动看作是咧试探中国的底线。有学者是认为讲，美军的行为甲年底美国总统川普要拼连任有关系。美军最近加强对中国军事压迫的力头，就连续2天派电侦机向中国广东的方向来飞，进行侦查的任务。中国智库测试主动公布，美军 EP-31电侦机、RC-135侦察机飞向广东沿海空域，离中国敢若60.94里到60.89里，超是111公里的所在，可当作是咧挑战中共的底线。对这个代志，学者分析，美军除了招安，中共伫咧南部战区的作为，有明显的政治企图。
现在川普他可能是这个选情相对来说是比较不乐观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去重返他常常去在4年前他那时候讲的一个Great American 美国伟大啦，支持解放军在南海的发展，这一些对川普来说对他的选情都是有加分的。就踩他底线，看你的反应怎么样，因为你不断的看不起我，不断的侮辱我。我这次肯定看实力。特别注意的是，解放军南部战区负责部署南海兵力，苏联湾湾务别该其是海军上将。学者表示，中共指派海军驻侵重量，关核南部战区，有意思要湾务撇伫南海电卡手。若是中共打结束伫南海西线的国港军演，美军除了派遣双航母、李米驻号雷军号打击群，共款伫南海演训，双方互相比拼。美军第7舰队搁伫人民册公布双航母出现伫咧印太平洋联合军演。美国在进行这样的演习。你可以说它它是一个 RIMPAC 的前哨战。现在的美中两边开始抓到，我以前是做了不要说，但是我现在可能是做了，我不只要说，我还要在公开媒体上说，我还要讲得特别大声。学者表示，美军双航母打击群伫南海太平洋的动作真济，除了要甲中国吓，无排除是伫替8月份开始的环太平洋军演进行相关的预演。针对中共共款伫8月份可能会演练手台湾东沙岛，学者表示，军方已经派海军陆战队驻东沙岛，若是中国有任何武力抢岛的行动，伫咧新店洛山雷达站会当追踪3000公里范围以内喷射式目标，清楚掌握中共的一举一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791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共款1,449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300多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00万例，巴西超过166万例。印度超过71万例，俄罗斯是有69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有29万9千例，英国超过28万例，意大利是24万例。来关心印度的政府最近是一粒头2粒大，因为国内的武汉肺炎疫情增加，病例数已经超过70万例，成做全世界第3严重的国家。另外，伫甲中国伫边界起冲突，印度的总理莫迪伊个人的态度是真强硬，而且伊放调讲，有中国的经贸协定就无印度。最近印度疫情一直升悬，面临严重挑战的总理莫迪顶礼拜5向向访问中印边界发生冲突的拉达克地区，为驻军加油。莫迪同时以无点名方式批评中国，为了扩张一定的失败。समाप्त हो चुका है ये युग विकासवाद का है。中印边界伫6月15爆发将近半世纪以来上严重闹血冲突，双方各有40人伤亡。上新的消息是，印度已经决定无要考虑插入任何中国主导的经济贸易协定，其中包括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印度立场强硬，中国方面就较软。印方不应该对中方有战略误判，希望印方能够同中方一道，共同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目前阁传出中国已经为7月开始自中印经济边界地区撤离，外界判断若是安尼，中印边界冲突已经有转好现象。莫迪强硬表态，恐吓是转移国内疫情升悬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菲律宾这2天武汉肺炎确定病例汹汹增加，伫首都的马尼拉，这温是传出包括司机也个卖票人员，拢总有198员工确定去挖着，所以造成这温3号线对昨开始国不将要停5天。马尼拉3号捷运经过路线，柜台是空，只有全面武装的工作人员无用的消毒。菲律宾6月开始将到马尼拉都会区的封城措施放零，大部分的公司复工，餐厅开放，30%顾客食饭。捷运3号线也有限度恢复行运，不过最近这几天，菲律宾确诊人数汹增加真济，每天差不多有2000例。捷运3号线也传出有司机甲卖票员在内，有198人为了病毒。
毒。有关当局决定要停驶5天进行消毒，也要为3200名员工进行体检。这车人听到消息拢怨言。Kasi po sir, ang MRT diretsuhan mabilis ang biyahe sa MRT. Saka kasi sa bus, madalang pa rin po ang bus hindi naman lahat nakakabiyahe. Kaya medyo maro rin katulad namin, medyo may mga edad na. 伫法国西南部都市北约纳，一名公车司机因为遵守防疫规定，拒绝无挂喙暗的乘客上车，结果被5个人缀咧拍，致使头部重伤。上夜时阵已经昏迷，过讲医生就宣布脑死。北约纳市长讲这是野蛮行为，要求司法单位严格处罚被抓5名暴徒。记者综合报道。那南韩的疫情嘛搁加悬，广州传出佛系传出群组感染，专家嘛发现南韩的病毒已经变种啊，传染力比英国的病毒悬出6倍。南韩国出现新的疫情，自首都群群组感染了后，西南部也爆出新的感染群，地点就在有名民族性的光州市。Top epidemiologists have been saying the cluster infections in Gwangju are moving faster than the cases we saw in Daegu and Gyeongsang-buk-do province. 光州群组感染源头是一间庙寺，这间庙寺顶个月27爆出病例，看甲社会教会养老院短10天相关的病例都接近100件，证实人真紧被围着，甲病毒突变有关系。We are announcing the outcome of our gene sequencing. There have been 333 cases of the GH group. 南韩初六公布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发现500名病例中有333例出现 GH 型病毒株。GH 型病毒株由早期病毒株进化，传染力悬出6倍。最近广州的新病例甲进前梨泰院夜店群组感染，拢出现 GH 型病毒株。因为欧美甲非洲病例普遍甲 GH 型病毒株有关系，南韩政府怀疑国内开始流行 GH 病毒株，甲3-4月境外移植案例有关系。事实上，南韩境外移植的病例也拢无停过。过去11天，当地1天境外移植的病例拢是2位数。疫情内外夹攻，南韩政府承认防疫已经正做持久战。第2来恐惊无法度放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世界卫生组织讲，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马愈传愈紧，也未达到上严重。WHO 记者会顶头嘛宣布讲，专家伫即个拜6礼拜就要去中国调查病毒的源头。另外来看，为着要重新启动甲北韩的核子谈判，美国的副国务卿嘛是对北韩政策的代表比根7月17去南韩访问，也毋过北韩说讲，无想要甲美国协商，嘛爱南韩卖插手。来看欧盟是发布气候的观察报告，讲2020全球6月份平均的温度比英国高真多，将要打破2019年上高温的纪录。另外，伫西伯利亚北极圈的高温嘛已经升到38度。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海军陆战队伫操演的是丙船，造成2个官兵死亡。海军对外公布调查报告，讲是海洋的变化造成丙船。也毋过检方讲，未干那信军方的报告，嘛会家己去做调查。希望国泰平安，风调雨顺。讲出心内的愿望，希望未来的日子一切平安。26岁海军陆战队上兵蔡朴武，即届参加汉光演习操演的时阵，不幸墜落海，落尾家属同意放弃急救，找5陪讲宣告死亡。代志雄雄来发生，因老爸是真艰苦。蔡朴武105年8月份去做兵，原本剩无1个月就会当退伍，所发生不幸。因老爸目前对军中的调查无表示意见。海军陆战队的操演夺走2条人命。海军初步调查的报告，排除认为机械因素，讲因为海上出现真大的变化，才致使丙船。不过，操作船艇的中士阿马勒道卡杜目前还搁伫咧抢救当中，无法度查到真相。桥头地检署经办这个案件，强调军方的报告不是个案唯一的依据。跟他们调阅他们的相关报告啦，那我们还是会调查其他的那些证据。那我们的训练是翻覆之后是以求生，第一是以求生为主，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为主。第二个有互救，是在周边有看到同袍的时候会互救。代志发生的时阵，2只突击艇丙船离岸边敢若160米，11个人顺利收登去岸边。
其他3个官兵砸着水昏迷，现场明明有救护艇伫咧边仔待命，煞袂赴去甲因救，而且昏迷2个人要半点钟了后才互救起来。另外，海军的主控舰中兵军舰伫咧代志发生进前8点40分，观察到海象熊熊应变甲真大，不过军方也是依持原本的规划，引起大家质疑。他们7点47分，小艇已经下水，在做编队动作。那8点钟开始是他们准备要抢滩登陆，做这个登陆的动作。那8点48分，涌浪才突然变大，那时候小艇是翻覆的事情。军方再三否认突击艇有去弄到。士官兵的防护装备嘛是正常的无问题，为着要避免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军方宣布取消今年突击艇登陆训练的科目，一直到强化相关安全的措施了后，才会恢复演习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前大法官柯玉秀对媒体也讲，总统蔡英文伫3月份的时有甲司法改革团体见面，当场对大法官李泰龙大细声。总统蔡英文昨是亲身回应，伊表示讲，因有影有见面，也毋过伊并无大细声，颠倒礼数是真周至。外部协会成立50周年，总统蔡英文出席大会，因为未来面对所谓科技时代挑战，还有后疫情全新的世界产经形势，协会嘛转型做智慧服务平台，落实蔡总统就职演说当中的6大核心战略产业，和台湾伫咧世界经济扮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我期许未来外贸协会能够持续的协助中小企业加速数位转型的步调，让台湾的企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关键的力量。蔡总统拼经济，家己已故抓本3倍罐嘛，按算用伫夜市甲店家，毋过最近却出现前大法官柯玉秀投诉媒体，指出蔡总统3月份甲世界倡议团体会面的时阵，因为沟通无顺利，伫咧现场骂大法官卢泰龙，佮用质疑超过宪政分寸。就算总统府后来有出来驳回，毋过柯玉秀强调讲，这件代志毋是干那一个人讲过，提出来。这里面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人，我如果对这件事情没有反应，我对得起我曾经的职务吗？当有2、3个人、3、4个人都这样说的时候，你说要不要处理？李泰龙大法官是以前秘书长的身份，因为他最清楚跟这一些民间团体沟通的情况哈，那当场没有所谓的斥责了哈，应该有的尊重跟礼貌都有的。蔡总统表示，柯玉秀无伫咧现场，现场是甲民间几个团体交换意见，并无因讲的这个状况。司法院是用书面来反驳，讲因讲的内容绝对毋是事实，而且外界嘛质疑蔡总统无了解事件当中的参审制甲陪审制的问题。蔡总统嘛表示，可能意见无啥共款，毋过毋通否定别人意见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伫6月2日签准大巨蛋的建造，天港天国档的大巨蛋会使复工啊！有市议员昨日是去现场，台北市的建管处讲，若准有顺利，上紧伫后礼拜就会发出建造。啊，过市议员是口说讲，阮向拢偷偷的施工，哪会阁需要建造？台北市议会公务委员会声明真大，10外个市议员去考察大巨蛋，市议员向趁14项公安维护偷偷的施工，双方伫咧工地内底冤开。所以你解释一堆，他跟我说他跟结构体相关。如果你只铺了一个板子，隔热棉不做，未来那些隔热棉怎么铺上去？议员一直问，因为2015年启用天港的大巨蛋，就要全面复工，啊，毋过伫这进前一直启用表消息讲违法施工，偷装去阴暝，啊，有地板伫做顶顶的工程，而且仍然有真侪争议的用留人数、公安问题，嘛拢是市议员质疑的重点之一。进度现在是几趴？然后巨蛋。这个主建体，这颗蛋的施工目前是几趴？总进度大约82%，那巨蛋大概86%。台北市政府伫6月2日完成建造变更签署电书，晚上看起来特别摕到建造，照台北市建管处的进度，预计上紧后礼拜第一档核发。所以他们这周5就可以提出来的话，那我们市政府在收到之后，大概会需要几天？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动作？这次变更设计总共将近1000张。那它副本我们有一正4副的情况下，所以核对的量会是5000多张。那我们也要看它这个完整度了，那应该还要有大概1、2天、2、3天的作业时间才能完。台北市建管处指出，目前伫咧单元向送交建造变更设计图了后，进行副本比对，一切无问题了后才会发照。若是照预定的进度，晚上推算明年底应该会当完工。记者综合报道。
检查来台中，最近咱国内疫情转好啊，验过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讲，台中市在家检疫的人数是愈来愈多。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因为即阵边界放零，所以最近入境台湾的人有变多，而且八成拢是咱台湾人。虽讲疫情转好，毋过里长办公室也是囤真侪物资。台中南区各公里的里长讲，真无简单度过疫情的最高峰。毋过最近居家检疫的人数是愈来愈多，可能阁还无用一阵啊。现在可以再开放一些民众，再让他们回来的时候，那里长就开始又抓雷弹了。那一阵子特别忙哦。对，我也要去充当买菜的。但里长表示，疫情较紧，除了爱追踪甲满足居家检疫者的需求，而且该安大里面的情绪，敢会当做偌济算偌济。台中市居家检疫的压力是愈来愈大。根据台中市民政局调查，6月初3居家检疫有1126个人，若是初7宣布解封了后，是出现增加的趋势。6月24是达到1598个人，7月初3虽然人数小可减少，毋过到初7佫增加到1860个人。市长罗秀燕是呼吁中央应该控管来台湾的人数。流入的人数是否太多？那当然，人数多，它的风险就会高。台中市府分析，居家检疫人数上悬的时阵出现伫咧3月底，了后是对疫情转好降低，但是解封了后却豆豆增加。而且来检视台中市的居家检疫数量零，台中市目前有4间防疫替代所，178间房间，但是因应放零商务甲境外学生，后礼拜佫成立2间替代所，会增加228间房间。不过也是烦恼量零不够，而且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指出，最近入境的旅客是增加，其中以台湾人是占8成为主。尤其是7月1号，应该是说很多航线他们可能又开了。曾仁祥指出，最近入境的人数确实有增加，台湾人是占大多数，外国人无啥物改变。除了提起台湾人爱甲自我保护做好，嘛会继续来看变化，预防疫情佫一届压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台北股市最近热噗噗，根据证交所的统计，伫6月份开始，外资开始买台股，买超过840亿啊！礼拜一的时，甚至一时啊就买超过200亿，金额是有史以来第2高。昨台北股市表现嘛真好，收红盘。若今仔日一开盘是跌6点，毋过伫联发科带动之下，已经起超过55点。台股最近受到资金行情的鼓励，指数徛起咧12000点的大关，日指是一直入卖。台股盘中佫起价超过130点，上悬来到12249点，创30年以来上悬。毋过尾盘指数煞反乌，尾也是落23点，收伫咧12092点，成交量是2745亿。全球是低利率的一个情况，资金呢，这个没有地方可以去，钱满为患。股市成为它流入的方向之一，且买招的金额有没有超过100亿，就可以看得出来，外资其实最近是热钱是持续在流入台股的。7月以来，每天大概都是汇入啊，因为汇进来就是要买股票，那股票要上涨，资金大量汇入，市场有过度波动或失去变动的时候，我们央行本理职责会进场维持新台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台股的表现真好，毋过出口的表现稀微。财政部公布6月份出口金额超277亿美金，甲去年同期比起来是衰退3.8%，已经连续4个月是负成长。主要团产类的出口拢衰退，毋过电子、资通讯类的产品出口拢创这几年同期新高。电子零组件的出口量能十分的强劲，高达111.8亿美元，这是刷新了历年单月的纪录。若是国内物价表现，伫连续几啊个月了，即马6月幅度是减少。根据主计总处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负0.76%，连续5个月降低。主要是交通甲通讯类是落5.64%，教育娱乐类是降1.48%。毋过对疫情转好，国际油价恢复，经济嘛豆豆稳定，国内暂时无落物价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抓风车甲立功剧团的布景甲道具的仓库去大火烧了，损失上无有5000万。剧团是决定要靠家己的力量徛起来。文化部长李永德嘛斗牵线，即马高雄银行愿意贷款予抓风车剧团5000万，帮因早一日东山再起。在文化部长李永德的见证之下，抓风车剧团执行长李永康甲高雄银行董事长朱润逢签署合作意向书，由高雄银行以无趁钱的利率、无需要连带保证人的条件之下，贷款予无固定资产的抓风车剧团5000万。
我对这个执行长啊，李执行长可以说非常有信心。凭他的信用啊，我看也不止5000万呐。应该是第一个案例吧。其实未来我们可以引进更多的金融界的一些资源来跟我们艺文团队来支持来合作。抓风车执行长李永峰表示，会当顺利借到钱，充满感谢，但是带着悲伤的心情，因为抓风车经过武汉肺炎疫情甲火灾的双重打击，得了7000多万。但是要辜负外界期望，会用这笔钱甲更较拍拼来接案，希望4-5年之内甲钱还清。因为吴念真有讲过，如果钱还不出来，他会把那个地契拿出来，所以你尽管放心好了。到最后如果还不起，就我们的房子什么都拿出来。抓风车伫北里的布景道区工场，今年6月6号半暝发生大火，全部毁掉。但剧团无惜中建的募款专户，是希望靠家己的力量重新徛起来，更加希望民众把钱捐予其他更较弱势、更较有需要的表演艺术团体。记者林丹昌为台北报道。即阵全世界疫情也未冻点，所以无法度出国去佚佗。所以咱国内有真侪间旅行社，大间的旅行社就按算要甲公司的规模先救水，所以刷落来1-3个月可能有员工会失业。不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卖使趁这个时机，互这市场会当重新做整理。有60年历史的金融永盛旅行社对内部员工发出公告，7月薪水可能依照基本工资来发，提醒员工消化年假申请流程或者是自提离职。政府纾困2.09到6月底已经结束，只好做出应应。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得向员工先说明一下，这个可能最坏的打算会怎么样。那当然，如果3.0的公告出来之后，我们也会做一些调整。因为边境无开放，大型旅行社拢推出应应措施，详细宣布主管减薪幅度上悬5成，5号旅游也有个裁员10%。有学者有估7月到9月抢要1万多名旅行社员工自愿或者是非自愿离职。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也是认为无离职潮的问题。相关的观光旅游业也是要做转型，就是也要人住也要自住嘛。那这个长期来讲，有一些退场的机制，只要是软着陆，我觉得这个市场可以经过这一次做一个盘整，重新洗牌。观光学者表示，若是边境继续封锁，旅行社搁安怎转型自救，结果拢是有限。呼吁政府爱找到防疫甲经济平衡点，适度开放低风险区域。但是观光产业活起来，经济才会起来。记者综合报道。虽讲即阵无法度坐飞机出国去耍，不过其实咱台湾就真好佚佗，亲像东部好山好水好所在。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对7月11日要起稿啊，因为今年的热热，民众无法度出国，所以呢，县政府就要讲来遮佚佗的人一定真多，所以有先公布相关的收费标准。因应7月11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特地要伫台东县鹿野高台举办的安全维护，华东全国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初7早起进行高台6空域的安全演练，尤其是针对热气球的火管安全，检验消防救难编组的灾害应变能力。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开心游、平安归。台东县政府统计，去年热气球嘉年华会总共有99万外人出来。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台湾人袂当出国，预计来参加热气球嘉年华会的民众会增加。但是鹿野高台停车空间敢若500个，县政府公布日远的停车清洁费的收费标准：拜1到拜4，汽车甲重型车是收100块，机车30块；休困日，汽车重型车日远是收200块，机车50块。不过台东县民敢若需要纳一届钱，地当一直来出入，不离个县政府嘛好约，活动有51天，尤其上好会当加安排非休困日来日远，避免大塞车。希望1到5的早上来是最好的。那一个时候呢，清晨看热气球是一定看得到。因为今年疫情影响到国外热气球来台湾，真侪民众关心会有偌侪粒自行气球来展示。县政府正式公布入球日程，今年会有28粒国外自行热气球，包括小蓝型、永乐岛、甲蠓牙、海绵宝宝等等轮番出场，甲游客来见面。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要推动绿电，这几档有真侪农田甲气运拢会当看到太阳亮光。有人认为讲安尼会破坏生态，所以农委会即马是表示，未来若准备变更农地到太阳亮光，超过2公顷的地，爱交予中央来审查。若即块地也可当种植，就袂使摕来按太阳亮光。台南7股市蛤蟆的渔民不满政府要推动渔电共生，去市府抗议，因烦恼按太阳能板了后，会影响到蛤蟆的成长，嘛惊地主可能会趁这个机会起租金。农委会下晡举行记者会，强调讲，袂请帮北帮来推动。养殖渔温的地主跟渔民是同一个人，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啊。农地太阳能供电板一直在增加，引起质疑，甚至变更地目，致使农地流失。农委会今仔日嘛强调讲，会严格来审查2公顷以上的审查权是由地方刷去中央，2公顷以下的除非符合特别的条件，无法度搁再种植，也若无是拢袂同意变更。审查标准非常的明确，零星夹杂的可以做变更，其他一律不准。另外，更较细的面积660平方公尺以下，全部拢禁止农地变更。针对这点，环保团体表示肯定，因讲这个情形已经2年外，爱赶紧处理就好。他先做这样子的一个关闭，我是认同的，而不是像现在完全对变更都没有任何的阻止的情况下，其实光电它就会反客为主。农委会会修正相关农地变更审查的作业，最近会公布。不过，伫咧2公顷以下，包括660平方公尺以下的开发案，若是已经核准的，都袂追究。不过，目前了伫咧审查当中的，还佫有721件。农委会答应讲，会以保护农地的精神来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因为无粪扫的焚化炉，所以粪扫拢爱送去别个县市，拜托人斗3工看人的面色。所以县政府即马决定要家己起一个焚化炉。也毋过焚化炉附近的居民拢反对，认为起来会影响渔业，嘛惊污染水质。新竹县因为无焚化炉，致使掩埋场常常出现爆满的状况。为解决问题，县府决定使用 BOO 的方式起焚化炉。不过有定地1公里内有未少乌鱼养殖户，所以县府就烦恼会造成水质上的污染。乌鱼采收的时候，发现被验到重金属污染之类的等等，那这样子的损失，县政府是不是愿意跟我们沟通这一部分？应该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把一些亮点放在这个循环经济的前面，慢慢做没有关系。可是那个垃圾现在怎么处理？就是区域合作嘛，你还是继续可以跟新竹、跟苗栗去谈。厂商表示，新设的粪扫节处理设施会采用上新污染防治控制技术甲设备，不止比法规标准较好，污染排放也比传统焚化厂还要低真多。纳系的一个除酸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灰飞的部分可以减少30%，同时污染物也可以降低很多。同时，我们在后段也增加了所谓的选择性的触媒反应器，可以有效的降低氮氧化物的一个产生。这样子，再配合在烟囱的排放和大气的扩散，可以减少对周遭环境的一个污染。政府单位一定会做好最好的把关来减少跟降低附近居民、农作物以及养殖业者的一个受到的影响。焚化炉基地伫新竹县正反2边的意见拢有，针对乌鱼养殖户甲附近居民的烦恼，业者强调会继续甲地方沟通，减少民众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即摆热天，天气翕热，物件较金歹嘛熬臭酸。根据食药署的统计，去年有约7000人食到无青的物件食物中毒，其中阁有2个人死亡。所以提醒乡亲，热天食物件一定要洗钱。天气热乎乎，民众食食若是无存了无好，那真紧就会歹去，佫会增加食物中毒的危机。根据食药署上新的统计发现，去年国内总共503件，要甲6944个人食物中毒，比前一年的398件，4616个人是增加要50，那超过23年的纪录，嘛是历史上的第2关。食物遭受诺罗病毒、仙人掌杆菌、产气荚膜杆菌污染，这个食品没有正确洗手，从业人员的卫生习惯不佳，或者是食物储藏过程，或者是制造环境受微生物污染等原因。食药署进一步分析，这6944个食物中毒的民众，其中超过4000个人中毒是发生伫咧学校，大部分是因为大型的团体产出问题转来食物中毒。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在2011年了后，都无搁发生过食物中毒抓来死亡的案件。毋过伫咧去年，所有2个人因为安尼来死去，一个是民众想要掠4卡来煮汤，检验发现是食到番果酒剂中毒死去；另外一个是挽到绿枝菇来中毒。蟾蜍毒性主要是在它的耳下腺跟它的皮肤会分泌这个毒液，那它主要作用在心脏，所以会造成严重的时候会造成心律不整，那就猝死。对，那当然它可以造成其他的症状，不过主要是心脏的毒性。那绿舌菇它其实主要是造成恶心、呕吐这种肠胃的症状。那我们有碰过有人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医师表示，热天买任何的食食，上好伫咧摕到了2点钟以内就食好了。若是食袂了，还是还未食，就要赶紧放去冰箱内底。万不若是无细菌中毒啊，还会记得保留检体，而且去予医生看，才会当对症下药。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因为这问题，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例肉毒杆菌中毒的病例，是一个住伫北部才4个月大的查甫婴儿。国内出现年岁上细汉的肉毒杆菌中毒病例，伊是住伫北部才4个月查甫婴儿。6月中开始食家己做的副食品，6月23出现便秘、食不落去，25真喘佮发烧，当日送医治疗，经过检验，伫大便当中检出 B 型肉毒杆菌。经过就医以后，然后通报，那并且在这个检验确认为肉毒杆菌中毒的一个个案，我们也有采集个案的食物检体，那目前检体还在检验的当中。卫疾管署监测的资料显示，除了2015年、2016年，分别有2例甲6例肉毒杆菌中毒确定病例，拢是散发性的病例以外，近3年无个案发生。发病年岁是伫5个月到70岁之间。疾管署表示，婴儿肉毒杆菌中毒为2礼拜大到1岁拢有可能发生，6个月以内占94%，尤其1岁以下婴儿免疫系统无健全，肠道菌丛也无发展完全，若无细致食含肉毒杆菌包做的食品了后，对肠道产生毒素着病。如果是吃到毒素的话，它发病会比较快，大概是12到72小时就会有症状。那不过如果是吃到孢子的话，这个孢子会在肠道里面增殖之后再产生毒素，所以从吃进孢子之后，一直到发病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到30天。疾管署表示，肉毒杆菌中毒的症状有便秘、一直困、食不落去、目睭皮落落来、吞物件困难、全身真虚弱等等，有时阵会发展到喘气无力、衰竭死亡。所以，煮囡仔食物件一定要煮滚至少10分钟，搁拿来。1岁以下婴儿唔通食芳味，带皮水果要彻底洗清气，搁下皮，才会降低肉毒杆菌的中毒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宝岛，动物甲食物拢真丰富，也毋过是面上全台语的动物甲花草的绘本煞真好找。即摆有一个念写书，伊名号做周俊廷，和伊的老爸嘛是念歌的艺师周定邦，因做伙创作囡仔歌，完成有声音的台语绘本，会使看嘛会使听。头壳一粒珠，行路倒退路。囡仔兄和妈妈同齐唱一条好做倒退句的囡仔歌，掀开这本囡仔册，对森林、河川、青山到青海所有会出现的动物和汤拖，大部分拢收伫咧内底。对平常时就爱爬山、爱抓汤拖、佮爱讲台语的囡仔来讲，这本生态动物的台语册有一个因上喜意的所在。因为阮兜惯势看全路的，嘿。所以哇，伊这就是有四角梨，啊嘛有罗马梨，有对阿定有去看过、掠过、有讲过的。即摆主顶馆嘛有呢，佫有画图出来，伊就完全有法度去连接。结合影像、插图、音乐和囡仔诗，侪种的素材，这本生态囡仔影音绘本是摄影师周俊廷用1年的时间，和伊的爸爸念歌艺师周定邦和侪朋友做伙创作的，就是望用土地的话，认识台湾一片土地的生物。我读生物的，来个走去拍片，爸爸佫是做台语研究的。我甲阮某的小弟小妹拢做音乐的，拄好佫有拄着朋友会晓画图，所以就甲全部的人拢甲捡起来。其实这个囡仔因拢知影这个动物在创啥，真倒是大人爱甲因做伙看、做伙学，因较有法度对着囡仔的程度。对
翔、田衣到山鸟，就准定就因变做是绘本的主角，也创新囡仔歌的旋律，就让环境知识和生态教育会使被收录起来，让大人囡仔对台湾原生的动物甲食物有更加深的了解，也学会晓保护咱的自然环境。记者阿敏金、陈保罗台北报道。再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4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收听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新历的7月天气真热，现主时这季已经来到小暑。小暑汉字写作小暑，罗马字写作思要笑、思勿暑，笑甲暑拢是第2条。俗语讲小暑过，一日热3分，意思就是小暑过了后，日时会变短。不过天气煞一天比一天搁较热，日头赤莹莹，千万唔通伫外口晒日。地汤爱淋雨液，较袂去热着，也是着沙。天气热就会想要食冰，饲仔较接看到的有鳄鱼冰、台南讲是鸡鸭冰，还阁有田草冰、粉圆冰等等。人讲6月6，田草水美台目，就是咧讲这2项是热天体凉上赞的食物。小暑嘛是山影当咧大出的时，爱食山影冰的人会使趁即马好好啊享受。食冰凉凉真爽快，不过有时身体嘛会袂堪入。人讲食冰过气经，破病找医生。虽然讲食冰足爽，身体嘛是爱顾。因为热天时啊，大家拢爱食冰。伫台湾卖冰就真好趁食。毋只俗语会讲，第1卖冰，第2做医生，意思就是讲卖冰上好趁，过来才是医生。所以细仔我无人客来算命时，就会来卖冰讨趁。有一句甲小暑牵卡的俗语讲：6月初1，一雷地交胎。意思是讲，若小暑迄阵的旧历6月初1，无单雷公，安尼迄当一定会有风台来。这是民间传说的言语，大家参考就好。
溜、消暑、热着、着刷、消暑过，一日热3分。6月6，产草水美台目，食冰固气经，破病找医生。6月初1，一类地高胎。听讲这阵啊，台南白河的莲花开甲水动动。我暗算要来去赏花挽莲子。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